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freedom. I 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fear and all anxiety, to every soul held captive by depression. I speak Jesus. 'Cause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Yes, it is.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Your name is power. And we declare it now.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An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s,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and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Oh, shout Jesus from the mountain, Jesus in the streets, Jesus in the darkness over every enemy, Jesus for my family. I speak the holy name, Jesus.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Come, Holy Spirit.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Break every stronghold. Shine through the shadows. Burn like a fire.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over every heart and every mind. 'Cause I know there is peace within your presence. I speak Jesus. I just want to speak the name of Jesus till every dark addiction starts to break, declaring there is hope and there is freedom. I speak Jesus. Your name is power. Your name is healing. Your name is life. Break every strong. 伊的歌声来学到咱的主，因为咱的主是值得咱所尊重敬拜的。阿妹吗？咱要用这首诗歌，耶稣听我，我知影。咱做伙来学到主。耶稣听我，我知影。拍谱啊来学到主。这讲是真正，细汉囡仔随乱叫，耶稣为救有退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领把我的命。耶稣听我三当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落尾，伊要带我去天边。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领把我的命。耶稣牺牲伊家己，天门为人来拍开，所有罪我已洗净，可以让你来领。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领把我的命。来领吧耶稣，来亲近耶稣，来相信耶稣，主耶稣真听你，主耶稣真听你。哈利路亚！咱将一切荣耀拢归予咱的主上帝，来亲近主耶稣，来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要成做咱一生的帮衬。阿门。感谢主，咱来读诗篇61篇第1节，请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救，阿罗听我的祈祷。这只是咱要伫主的面前来献上咱的感恩，以及咱的认罪悔改的祈祷。主是咱学老的主，伊创造万物，伊嘛赏赐予咱每一个人拢够业。伫主的面前，咱嘛爱来伊来认罪。主伊是怜悯公义的主，伊的确要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叫咱只是当心开嘴来祈祷。主，阮感谢学老你，因为伫过去的日子，主你来保守看顾，你创造天地万物。我们向主的感谢，献上阿乐，因为你信啊，相信主的拯救，好无并且你抗压来回到了伫山坡感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伫我的生命，生活日子中间的带领，然后我们当来跟你徛在伫主你的面前，关心阮的弟兄弟，主啊，你来看顾祝福，也好，我们当在主你的面前中间来看见主你的荣耀。主啊，愿上帝，你也开阮的目睭，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听从我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主，你是赏赐一切的主。阿门。主，你是阮仰望的主。阿门。阮恳求主你来引带带领阮。在阮新的一年，我们恳求主来带领阮，特别，互阮会当来警醒阮的言行举止，
是毋是照主你的旨意来行？主，你过去阮所犯的过失，阮伫主你的面前，主你来认罪。相信恳求主你的话语，成做阮悔改的一个帮站，会当伫阮头前所要行的道路，会当行伫主你合主心意的道路顶面。阮将阮每一位兄弟拢交托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来引带带领看顾。安尼感谢祈求，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过来，咱要恳求主来医治，甲透办咱的心心灵。求主成做咱灵、思想、情感、意志，甲咱身躯的主。咱要心灵拢爱恳求主完全来医治甲透办，特别将咱兄弟每一个人的手放伫你有病痛的所在。咱伫即时要恳求主来医治你，无搁受到遐个恶势力、邪灵的搅扰，主要来透办你。现在你心有不准、辛苦病痛的，咱伫即时拢要交托给主。即是咱请咱同心开嘴，为了咱家己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要为着阮阿信，家己也为着阮身躯边的兄弟姊妹身躯对着病痛、恶当的心心对着忧闷失丧，也是伫暗时困眠真正中间拄着主动的兄弟，求上帝你的心来看到最后所的宝血来了解，特别今日阮所要来领受的新礼典，阮一摆来得到上帝你的宝血的清气，互阮会当伫主的内面来成做新创造的人，透办阮的心，也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得到新心灵的永壮，互阮灵魂会当兴旺，会当来活出上帝你互阮的生命。向阮的主，我感谢你，主恁知影阮每一位兄弟的需要。上帝主你的囝儿，做阮有软食的事，阮爱来承认。因为主，当阮软食的事，你就要互阮刚强；当阮有病痛的事，主你要互阮有信心来倚靠主你。主，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伫即时要来医治阮所有兄弟姊妹的病痛，或者的病痛拢离开阮。互阮心内有不足的，恳求主你来透办阮，你的医治、怜悯、看顾、扶持，拢临到阮每一位兄弟的身上。恳求主，互阮每一位兄弟拢有当有信心来行头前主你所为阮明白的路程。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嘛要为着主日来守望。咱做伙为着咱迦南教会牧者中级核心的同工，伫主的内面让同心合一，特别伫今主日，恳求主来帮助阮，互咱会当领受主的话语，嘛为着伫今主日有加入咱教会每一位兄弟来代祷，特别今主日是圣礼典。咱有成人的洗礼，有信仰的告别，以及小儿的洗礼。咱恳求主圣神充满着每一位，带领因头前的路程。嘛为着妇女的祈祷来祝福，为着每一位的姊妹会当得到主的祝福满满，充满圣神的平安甲喜乐。咱嘛要为着华山区来祈祷。为着区长处于长老，以及小组长有秀凤、琼代、嘉瑜、丽煌、张平等5位小组长，以及为着组员的灵命成长，为着小组员因的出日会当平安，身体会当健康，得到主的祝福。每一个家庭会当同心为着今年设教60周年的活动，会当热心来参与。咱为着这几项，咱同心开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今主你是主你的圣经，主互阮会当有份甲主你三角之心。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爱，我嘛要为着我教会加入教会这兄弟
来祈祷。我求主你赐福，互伊的灵命会当勇敢，伊的心灵得到主你的赐福保护，主你甲伊同在。嘛为着金主日妇女的纪念主日，主你互每一位遮的姊妹得到主你的赐福，当食在有在的殿前人，主你的看顾，真带家己地。主阮感谢你，主阮求你来看顾伫金主日的圣礼典，有真侪位兄姐甲小儿，要伫主你的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主你就赐福伫因头前，会当无有遮的恶势力来搅扰因，有主你圣神来引带因头前每一个路站，有主你来看顾。特别为着今主日是妇女的纪念主日，主你来看顾在座每一位的姊妹，可以当轻调伫主你，每一日甲主同行。我嘛为着华山区的遮的区长、小组长、小组员，拢交伫主你的手，求主你，互伊的灵命会当成长，透过读主你的话语，甲主你三千群。互每一位小组员出日拢会当平安，得到主你的祝福，互因的身体当健康，来跑走天路，嘛会当同心合一，为着今年阮嘉南教会设教60周年，所有遮的事工活动，会当热心来参与，恳求主来带领保守，互华山区得到主你的祝福。阮伫即时嘛要用主所教是阮的主祷文3角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咧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众山也未受造，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三角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0首。圣父上帝点天顶，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父上帝点天顶，管理我的主命令，因为历史上改变，我的生活快变迁，期待更
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只是用敬畏甲感恩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甲慈爱。你伫天顶管理宇宙万物，互阮伫变迁的历史中间会通倚靠你的保守甲引带。虽然世代变迁，总是阮深知，只有伫你的怀抱中，阮才会通真正安然徛起。我确信，阮的国家兴盛甲衰微，拢是你的手所掌握。求你来赐予阮智慧，互阮会通伫生活中间不断敲找你的旨意，明白你的计划。愿阮的心常常向你来拍开，互你的听充满阮的生命中。阮伫面对挑战的时，会通信心坚定，因为阮知你的听永无改变。求主来教示阮怎样伫日常生活中间来倚靠你，互阮的每一个行动都会通荣光你的名。愿阮成做你圣洁的器具，会通伫即个世代中间见证你的真理甲听。求你赐予阮气力，互阮伫试炼中间不断成长，会通将你的福音传扬出去。今早起是妇女事工主日，伫即个特别的时刻，阮聚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你是阮的创造者，你有无限的智慧甲慈爱，互阮伫你的光明中间来成长。我要特别为着所有的妇女来献上祈祷，求你赐予因气力甲智慧，互因伫家庭中间、社会也是教会中间，会通成做你的见证，活出你的旨意。愿因伫逐人的角色中间，无论是做老母、做人的某囝，也是姊妹，拢会通荣光主你的名。我也要感谢你，赐予阮今早起要甲你来三座岛来举行圣礼典。愿阮通过圣礼典来纪念你为阮所做的牺牲，互会通伫你的恩典中间定心得到气力，搁伫信仰的路程中间不断来向前。求你来帮助阮伫圣礼典中间深刻来体会你的疼甲救赎，搁将这份恩典分享予四周围的人。主愿阮的心灵常常甲主你相交陪，互阮伫你的同在中间来得到安息甲快乐。愿你来引带阮的脚步，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都会通活出你的旨意，互阮伫你的光明中来行。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谢谢。这是咱要三甲来启用。启文第64，对应雅各书第1章内的启文第64。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造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大家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做啥？因为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灌满的邪恶。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进伫恁心内袂当救恁的道理。着实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干那听道理就好。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生做啥款。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毋过，在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全的律法，搁有在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因为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
若有人想讲家己真健全，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咧欺骗家己，这个人的敬虔拢落因，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白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只是咱要请圣乐队来献诗，因所要念的诗是《天的万邦有伊的旗》。咱要三角来领受上帝话，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第39节到45节，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第39节到45节。
过无偌久，玛利亚出发，赶紧去犹太山地的一个城，伊入去撒加利亚的厝，甲伊丽莎白请安。伊丽莎白听到玛利亚的请安，巴肚内的婴仔就着跳。伊丽莎白互圣神充满，大声讲：妇人人中，你上受祝福，你巴肚内的囡仔嘛受祝福。我的主的老母来访问我，我哪会堪得？因为我一个听见你请安的声，巴肚内的婴仔就欢喜着跳。相信主讲的话一定会实现，迄个妇人人真有福气。即是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陈碧芝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有福气的妇女，有福的妇女。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伫2025年已经来到第3月，也感谢你，互阮知影时间日子过了真紧，总是有主你的话真做阮每一天会脚前的灯，甲路上的光。也愿上帝想通过你的话，甲你的神，想使阮有挂命甲快乐，互阮当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祝福的道路。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进入到第3月份啦，时间过了真紧，连命2025就要安怎？就要过去啊！已经过了1/6，剩下5/6啊！足紧就要过跨年，足紧就要2026年。你若想到2026的时阵呢，你就要知影2025你到底留下了什么？在这一年当中。所以甲你隔壁讲，今年还有10个月，爱继续认真拍拼，爱继续认真拍拼。咱要庆祝迦南教会60周年，这10个月中间，我相信咱有真侪代志爱做，但是咱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互咱知影安怎样来算小数算自己的日子，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啊！因为今仔日有圣礼典，牧师的讲道会当讲到9:40，所以牧师直接讲重点，就是今天的结论，有关耶稣基督的降生，你上困难相信的是倒一个部分？你会当好好来思考，也毋茫今日即个信息会当来帮助咱，更较有信心，互即个无可能的代志变做是有可能的代志。为什么信心就要来通过试验？这个无通过试验的信心，就毋是真正的信心。咱要安怎用信心来面对各种的试验挑战？然后咱嘛有3项的祈祷，就是咱要为着身躯边的妇人人、姊妹来为因祈祷，互因拢会当来学习玛利亚，成做蒙大恩的女主。嘛为着咱伫即礼拜6要开始的路加福音，有46天的灵修，咱来祈祷，求上帝互咱顶到伫4月20过偌济时阵，会当经历耶稣基督过活的大恩典，以及求信心帮助咱，互咱的信心的下角变做开喙乌鲁上帝的器具啊！今日是即个3月的头一个主日，伫1995年30年前。即个总会有通过每年的3月第1个主日，叫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大家请讲一解，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所以对1996年就开始来实行，所以每年就是满几年30年啊。但是30年前就来通过妇女事工主日，就是要以迄当时的教会界拢是兄弟，都是男性居多，所以就要来唤起教会爱来听妇女姊妹的声音，因伫信仰顶头的经验，以及因伫教会内面的服侍，就爱来安怎样来注重。迄当时女性的服侍者，也是女性的牧者，根本就无，所以要安怎样来看重上帝造男甲造女中间，互咱会当有男女信仰的服侍。所以男甲女是上帝所创造，咱要反映上帝形象，只有男性无够，一定要有女性。只有女性嘛无够，一定爱有男性。所以男女的结合反映上帝的形象。跟你旁边人说，男女的结合反映上帝的形象。所以咱通过婚礼时阵，翁仔某会结婚誓约来反映上帝伊完整的形象哦。总是男甲女要结合，简单也无简单，
真无简单，因为男甲女会本身上帝设计就真大无共款，包括因的思想、因的感觉、因的行为。这个科学家讲，女性的因较高，因的血液伫因的这个额叶发展了较好，所以因较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还有比较能够沟通跟协调。所以女性呢，照你讲，照上帝设计，是天生的领导者和照顾者啊。跟你边的姊妹讲，你是天生的领导者和照顾者，你是天生的领导者和照顾者。好，重视的女性呢，因为她的大脑边缘情绪呢，她活跃，所以更容易想得多，容易担心得多，忧郁、失眠，饮食的失调，女性是男性的2倍。好，但是呢，在监狱当中，男性呢因为过于冲动，所以是女性的14倍啊。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说，好，要克制自己的冲动。好，这有几张图啊。好，咱男生女生在照镜子，好，男生在镜子当中远远都是一个 Superman。但是这个女性呢，伫镜的内底看讲，哦，那遮大箍，好，就算讲因瘦甲无肉，那遮大箍。查甫去加头章开200箍，哇，头章拢加起。查某人开2000箍，出来以后看起来咱拢共款呢。好，还有姊妹要出门的时阵，好，1个月前就开始写，好，一直拢有一张单，好，要炸啥物，要炸啥物，炸啥物，炸啥物，好，准备到最后，哦，好，会当出门。兄弟要出门，好，愈现就拢安怎？当时开始打包。出门的前5分钟，开始来看行李，去啊，会使来去啊。对于颜色来看，男生的颜色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但是对姊妹来看呢，颜色来对红呢，这个还有粉红，还有浅红、深红，好，这个蓝还有 Tiffany 蓝，好，什么天空蓝，好，湖面蓝，好，然后紫呢，薰衣草紫，好，就最好，因为女生比较细腻，好，也让认知比男生更多的这些的细节啊。等男生女生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女生会看到这个女生的什么衣服啊？男生看到女生的什么身材？对，看到她的身材。所以难怪耶稣要说，如果看到个妇女就跟她动了一念，就是和她发生奸淫了。所以像耶稣的提醒查甫人，好，如果按照男生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冲动的时候，是很容易犯罪的。男女夫妻在睡觉的时候，女性睡在的床位呢，好，就是白色的，好，较侪。男生睡在哪边？边边角角的地方，好，各位弟兄，你睡的是边边角角的，请举手。好，很多人举手，好。如果你没有举手，你要好好谢谢你的太太，你要好好感谢她。好，等这个男跟女，好，那是分手的时候呢，好，分手的第一天，好，男生呢好像没什么反应，女生呢哭哭啼啼，好，非常的忧郁。但是1个礼拜之后呢，男生开始觉得不太对了，啊，开始在忧愁挂路，但是女性呢开始回到她的生活。分手1个月后呢，男生为什么好走不出来？但是女生呢，好已经重新振作开始。如果使用电脑，当然用电脑的桌面，好，这个是男生的电脑的桌面，好，就是安呢，好，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有没有看过女生电脑的桌面呢？好，长这个样子，密密麻麻，你怎么找得到东西？它就是找得到东西。如果你是做行销卖物件的 sales， 好，你要卖东西给男生，就用右边这张照片，好，让他看到我要卖什么，就是卖咖啡，就拍给他看。但是呢，你要卖给女生怎么样？你还要有个背景，还要有气氛，好，爱有这个 kimoji， 好，让他觉得他需要这个东西，他才会。因为男生冲动，看到他就要这个；女生呢，她要想一想，他有引起他的这个感觉，他才觉得需要。所以难怪，卖洗发精的时候，下面是男生，这个东西叫做洗发精，好，拿了就买。女生没有洗发精，好，这是什么味道的？这闻起来什么滋味的？好，然后这有什么调配的？好，这什么配方的？哇，女性好就要做很多的研究，所以男甲女非常的无同款，好，所以咱爱好好来了解，咱要反映上帝的形象，不是只有透过弟兄，也不是只有透过姐妹，是透过弟兄和姐妹反映上帝的形象。好，所以我们说是透过弟兄姐妹反映上帝的形象。透过弟兄姐妹反映上帝的形象，所以要
跟异性沟通，你要抓住重点。男人想要直接解决问题，女人想要先获得情绪认同。伊的金属那无得到认同，现在问题对他来讲都不是问题，但是都是问题。好，但是他的情绪如果得到接纳，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咱伫这个拜六的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要从3月8号礼拜六早上6点，好，我们会在 YouTube 上面，好，牧师会带大家做会来读，好，这个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进度啊。因为这礼拜这个月，牧师有这个去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行程啊，好，所以某一点让教习，好，所以会用预录的方式，好，所以是每天早上的6点，好，也欢迎大家能够参加，好，这会来参加。除了听这个每天的读经之外，好，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好来写这个灵修笔记啊，好，跟你旁边说，路加福音是圣经当中最容易读的一卷书。路加福音是圣经当中，因为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他不是写给犹太人，不是写好加信主的人，也是写好加阿未信主的人。所以路加他用女性细腻的心思角度，好来反映耶稣基督的降生和耶稣基督的形象啊。当然，看耶稣基督的出席，马太福音好直接从耶稣在马槽出生，东方3个博士来送礼来开戏。马可跟约翰福音好连提都没有提，直接讲到耶稣好他在约旦河接受洗礼。只有路加福音好从耶稣他要出生前的6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道讲给你听。所以咱今日看路加福音第1章，好讲耶稣出世前6个月是希律最王的时阵，有一个祭司阿比亚，好有一个祭司叫做撒加利亚。伊的某叫做伊丽莎白，嘛是阿伦祭司的后代。第60咱做伙来读，因两人完全遵守主一切的诫命甲规律，互上帝看作义人。所以先生老公撒加利亚是祭司，老婆伊丽莎白是亚伦的后代，也是祭司的家族。所以两个人拢是义人。为什么是义人？因为因有在读圣经，有在遵行上帝的话，甲上帝的律例，因有咧逐工读圣经，有在写灵修笔记。但是第7节讲因无囝因为伊丽莎白未生，因两人嘛已经真老啊。好，这个真老到底有偌老？好，咱今年有读利未记就知影，好，其实嘛无介老，好，因为利未人工作的时间是到50岁，所以撒加利亚要有在上班，好，所以伊也未超过50岁。但是对于当时50岁结婚无娶某无生囝，好，真正是有老。根据网络的调查，女性不孕的原因有卵巢问题、子宫问题、骨盆腔的问题；男性有精液的问题、睾丸的问题，还有性功能障碍的问题。但是男女双方都有的就是压力过大，还有呢生活习惯差，就是熬夜啦、酗酒啊，还有就是这个高龄晚育、晚婚晚生，会造成不孕啊。所以很主席，咱的社会好，真正好，不管是男女的问题，也有男女的问题啊。好，这个生育呢，都是需要考虑的。路加福音继续讲，有一日撒加利亚在值班的时阵，上帝差派天使界，伊显现伫香坛的正边。撒加利亚看到真着惊，总是天使就甲伊讲撒加利亚唔免惊，因为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你的某伊丽莎白会甲你生一个后生，你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翰，你会欢喜快乐。真侪人嘛会因为约翰的出世来欢喜，因为约翰会伫主的面前真做大人物，保酒交酒伊拢袂因得啉。伊又要伫母体就互信心充满，约翰会互真侪以色列子孙归向主，因的上帝。约翰会用先知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约翰会互父母甲囝儿好好，互背家的人转往来搁对义人的意念，互子民准备好势来通迎接主啊！所以天使甲撒加利亚来显现，甲伊讲：虽望你老，但是你即马要得到一个囝，这个囝是上帝所赏赐非常要紧，上帝要大大使用一个器具。但是撒加利亚安怎讲？黄色我们做伙一起来做伙来读，我着安怎才会知这个代志？
我已经老，我的某嘛遐食。好，伊安尼回答时阵，好，其实讲，好，哪有可能？我老啊，阮某比我共款甲我老，好，无可能的，意思是无可能啊。所以天使听到撒迦利亚的回应，好，就甲伊讲：你的下教袂讲话，一直到这个代志应验迄日，因为你无相信我讲时到会实现这的话啊，吼，伊无相信上帝话，所以撒迦利亚变做安怎？下教，吼，啊，这个的台语圣经翻得比较文雅，叫做下口，吼，哑口，好。所以撒迦利亚伊伫圣殿内面的香大伫遐上班，结果出来变做是下口，所以伊出来时阵人拢傻无啊，哪会安尼？吼，结果才知影讲伊伫遐拄着大代志。咱当看到撒迦利亚伊的信心。上帝找天使甲讲，上帝有听你的祈祷，要互你一个囝，表示伊有甲上帝讨。但是即马上帝要互伊有囝的时阵，伊煞失去信心。上帝佫甲伊介绍，你即个囝呢，会互你足欢喜。真侪人嘛为着你的囝来欢喜。上帝讲，你的囝会伫最面前成做大人物。上帝讲，你的囝会互子民准备好势来通来迎接主啊。好，所以咱爱为着咱的囝儿来祈祷，好，因为毋免惊生囝，上帝要祝福你的囝。甲你隔壁讲，毋免惊生囝，上帝要祝福你的囝，毋免惊生囝，毋免。但是咧，咱可能甲撒迦利亚讲，我老啊，我的某嘛遐济岁啊，吼，无可能，吼，袂生啊。所以咧，咱可天使安怎讲，你会变做啥物？下到袂讲话，一直到上帝所要实现的代志来出现啊。顶一届我咧讲即段的信息的时阵，是伫台中半顶教会。迄当时有一对教会的夫妻，拢是大学的教授老师啊，一个伫东海，一个伫静宜，因结婚真久啊，但是一直拢袂生。但是因呢，听到迄天听到即个撒迦利亚的信息了，因有祈祷，因有认真。尾仔呢，因虽然有做过这个试管拢失败，但是尾仔呢，因真正怀孕生囝，即马囡仔拢已经1岁哇，都1岁了，都快要1岁了。所以咱会当看见，这个信心是爱用行动啊。对，所以当撒迦利亚伊听到这个代志变做是下到转去时阵，伊爱甲伊的某安怎？拍拼生囝。伊若无转去甲因某生囝安怎？伊就一世人做下教，一世人做下教。所以圣经讲过无偌久，即个伊的某怀孕啊，因为撒迦利亚有拍拼无？有哦，真拍拼啊。然后呢，伊丽莎白怀孕啊，伊嘛真拍拼，5月日无出门啊。为虾米？伊惊落体，惊去动了胎气，伊惊去伤到这个婴仔，所以5月日无出门啊。咱一般有心，拢是爱3个月、4个月以后才来公布这个消息，嘛是惊讲，这个囡仔爱好好甲伊保守。但是这个伊丽莎白呢，更较用心，5个月150天啊，所以等于真正150天，巴肚开始膨起来的时阵呢，伊才出门，然后见人讲红色的字，我们一起来读啊。主遮尔啊看顾我，甲我拄起伫人面前的见笑。所以伊丽莎白，伊是阿伦的后代，伊甲伊的先生拢是伫圣殿内面服务侍真要紧的后代。对1400年前，摩西迄个时代交代，一直到因的祖先拢一直有咧传落去。但是因的见效，就是因未生，袂当将这个上帝互因的职务，上帝互因的托付，会当继续来传落去。所以伊讲，这是伊的见效代志。所以上帝叫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都要做4个字，一起来读：生养众多。4个字就是4个动词，头前按哪？生，好，而且生完之后要怎么样？养，好，养完之后要养几个？众，好，众就是不是单数，好，跟你旁边说不能只有生一个，好，然后呢，什么叫做多？就是要大于夫妻，好，爸爸妈妈，好，2个安尼才叫做多，好，如果只有生2个叫做什么？
一样多，好，没有多就是平安尼。生养众多，这是圣经互咱的应允。所以伊丽莎白、撒加利亚因本来想要生养众多，但是伊讲因无法度，所以这是伊的一世人的见效。咱台湾人，这是2年前的调查，第2015年平均5.9个人照顾一个老人。5年前2020年呢，是4.3人照顾一个老人。今年呢，2025年开始呢，是3.4人照顾一个老人。5年之后，你猜多少？2.5个青壮年照顾一个老人。再下去呢？1，再下去呢？低于1。意思就是讲，等到你食到65岁啊，你若真正80岁啊，10年、15年以后，一个老人就要一个青壮年，就是有在上班的人，甲伊照顾。安尼，啥物来甲你照顾？你若无生囝，你的囝嘛无生囝，啥物来甲恁照顾？政府，你就要保证咱的政府有法度健保、劳保，到迄个15年、20年以后，还阁足用的，咱台积电20年以后，阁会当安尼是台湾的守护神哦。咱就要对这个要有保障哦。伊丽莎白怀孕的第6个月。天使就来见玛利亚，讲平安，你是真妇女中间上有福气的，主甲你同在。玛利亚非常的不安，心内底一直在想，这个请安是啥物意思？天使甲伊讲，你会怀孕生一个后生，你就要甲伊号名叫做啥物人？耶稣。玛利亚听到了，伊就印象天使讲，我还未出嫁，哪会有这款代志？天使无互伊变做A告。天使甲伊讲，信心要临到你，至高的上帝权能要定你。玛利亚应讲，做伙来读，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伫我心上来实现。所以天使来祝福伊啊！咱看到平要讲到生囝的代志，撒加利亚出来变做是 A 告，但是玛利亚出来变做是蒙大恩的女主。差别伫什么所在？差别是玛利亚伊的信心。当天使甲伊讲，你是女主中间上有福气的，伊心内底一直在想，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当天使甲伊讲，你的怀孕生一个后生的时阵，玛利亚讲，那安怎样？伊的意思是讲，好，要安怎做才有可能？因为我即马只有订婚，还未结婚啊。天使甲伊讲，信心会临到你，至高的上帝权能会定你。玛利亚讲，我是上帝的女婢，愿照你的话伫我的心上来实现。所以咱看到玛利亚，伊的信心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信心毋是看圣经，是信靠上帝的话。请做伙读一解。信心毋是看圣经，是信靠上帝的话。圣经看会当帮助咱，但是你有看，若无肯伫心内底相信，是袂当活出信心。玛利亚伊听天使的话了后，伊有3个动作。头一个动作，伊就是马上出发，对北部的加利利，去到伫中部犹大的山区，去见伊的表姐，就是伊丽莎白，去见伊。当伊甲伊请安的时阵，伊丽莎白互信心来充满，巴肚内即个婴仔是啥物人？约翰就互信心充满伫遐来丢跳，所以伊丽莎白就伫遐大声讲：妇人当中，玛利亚你上受祝福，你腹内婴仔耶稣嘛受祝福。我的主耶稣基督的老母来访问我，我哪会堪得？我听到你请安的声，我腹肚内婴仔就欢喜着跳。45节做伙来读，相信主讲的话，迄个实现，迄个妇人人真有福气。亲爱的姊妹，你做妈妈请举手。好哇，一半以上，好，上帝祝福你。未做妈妈的人请举手，姊妹，姊妹啦，弟兄不用。好，上帝祝福你，好，谢谢。好，上帝祝福你。真侪人讲，我无想要做老母，这是一本书啊，我不想当妈妈。另外一本书说呢，当妈之后，我才知道我超厉害。一开始有讲男女道不同，男生一个时间只能做1件事情、2件事情，了不起3件事情。但是呢，女生在当妈妈的时候，也当上班，
也当煮饭，也当摒扫，也当开车，也当上健身房，也当参加教会小组，也当做组长、区长，也当伫工时阵做一个老母的身份中间做足多代志。圣经有写无？有箴言31章才德的妇人，你去甲看，超人，超人，因为这是上帝和姊妹才有的特异功能。但是呢，兄弟需要一个人配偶来帮助他，享受成为妈妈。做伙讲一解。享受成为妈妈。如果你的孩子，你的查某囝，因还未结婚，还未娶某，还未嫁翁，还未生囝，你要帮赞伊，互伊知影做一个妈妈是上帝的好调。伊会讲我还未出嫁，这个代志安怎样发生？你甲伊讲，信神会帮赞你。互你会当做老母怀孕生囝，互咱每一个后代拢有信心。我是主的女婢，愿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中。我是主的婢女，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头前，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通过路加福音的记载，互阮看见上帝你创造的妇女女性。是上帝你特别的创造，你也将这个怀孕生囝，将这个性命流传要紧的事，也肯伫妇人人的心中。总是今仔日的时代，今仔日的社会，阮做兄弟做姊妹，拢有真多的家己的目标、家己的梦想，总是袂记得爱扮演，阮就爱来活出上帝的形象。就爱回应上帝的调面，要安怎伫即个地上来生团做做，互上帝你的祝福会当一代传到一代。愿上帝继续祝福伫迦南教会的60年，甲后尾一个60年，拢有上帝你的囝儿继续伫即个教会生团做做，一代传过一代。安尼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好，咱的周报，好，这个程序，好，要稍微改一下。好，咱来唱这个回应的信息156首。主爱的爸所听的主，好，主爱的爸所听的主，好，圣诗156首，好，请咱做伙起立，好，来吟全首。圣诗156。主爱的爸所听的主，求下愿的罪人，歌唱属愿心心牵引，互愿用心给好在你心中定肯因心，愿爱发起在早速度的家里里的海，受主今天给我爱，专心地主你心灵感，常常欢喜和善，我家己无信心恬静，亲像点关山顶，求主甲爸到尾真经，在我心心的安眠，给你听主心情，愿爱安静个大恭敬，推主满心欢喜，为头听你之后甲心，愿你在我心受真理，那将嘛那主名，求你是阮那天落雨，只拄真情愿声，求你拄我右手举下，在我一切所讲所行，有你可变三听。
咱这时阵要来举行圣礼典，咱今日有要来举行神灵洗礼、小儿洗礼，甲信用个别。但是，咱要先来举行心灵洗礼，咱请洪兆福弟兄、陈怡君姐妹来到伫台前，咱做伙来吟信诗354首的第1集甲第2集。咱人大罪加罪出世，就受魔鬼的天之义，照天的大着受刑罚。心被上帝一大恩惠，竞选咱人罪已行哩。心天的咱对等罪过，心心愿意甲咱感化。咱得到颁章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悔改信耶稣基督，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来对洪兆福、陈怡君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阁伫主的名来受洗礼。今日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阁表明对信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洪兆福、陈怡君。当恁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真爱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要问的问题。洪兆福、陈怡君，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有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有也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主。一世人行主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安尼行，有也无？来，请洪兆福来到台前。好，请你跪在。好，咱做伙来讲阿门。洪兆福弟兄，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请起立，请回。好，来，怡君。陈怡君，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请回。愿平安的上帝，这里。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尽诚信。各愿恁的心、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洪兆福、陈怡君，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的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会。愿你祝福兆福，祝福怡君，求你的信心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互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上帝保护因。互因为真正信仰的好真正，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搁互因为一世人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对大人今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路，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为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待了后，为做你尽忠的奴仆。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等一下所有完再一起来接纳。好兆福跟怡君，好，请先回座。咱这时阵，好，要来举行的是信用个别。好，请咱来唱信息的354首，第3集甲第4集。要请邱牡丹还有杨荣慧来到台前。
三位一体，加咱的用，所以受亏下咱最上，虽然信心心花眼hin，带到天堂万好风心。上帝名约虽然堪忍，了面定心坚固人心。面对心事顺天法度，常常照耀行主道路。好，今日咱有两位，好是这个杨荣惠姐妹甲邱牡丹姐妹，好因已经拢伫啊这个保罗堂，还有荣耀101荣耀教会来接受洗礼，所以咱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好甲牡丹、甲荣惠做伙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告别，做伙来告别咱的信用，请愿是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米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过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惠纳，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各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5万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因跟上帝，愿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个文书，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好，咱先拍拍来欢迎这个荣惠姐跟牡丹。好，你们2位请回座。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介绍。刷甲咱们来举行小礼的水礼。好，今仔日有3位。好，分别是维杰跟张平的儿子李允哲，威明跟佳瑜的女儿赵文心。还有以琴的儿子张义恩，好，咱这回来唱352首1、2节，好，咱这回来唱。面向，情会所行的礼仪，也有关系伫少年，亲像旧约行甲咧，爱对地上上帝，父母家行是这样，唔通互伊趁使用。常常那是信耶稣，你因带行天路。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蒙。学生接鼻音，耶稣看见就安尼就大无欢喜，甲学生讲：
将阮细囝就近我，无得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若信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耶稣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也无明白洗礼遮的事，要据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的身上。因为恁的细囝是上帝恩典的约的后事，上帝用洗礼带因，也带因来做上帝家来的囝儿，互恁的细囝会当受得基督，做上帝百姓。李维杰、张平、赵伟明、康佳瑜、黄以晴，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子人的面前来告别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我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道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要安尼行有也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来守这个约，好，咱带心好来为允泽来洗礼。好，请那个维杰跟张平来到台前。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会讲话的话，牧师就会变成哑巴。李允泽，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请回。赵文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你叫什么名字？黄以晴。张义恩，还好，我有先问。你是黄以晴的儿子，张义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伫伊的教会做未悲惨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来做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允泽、文心、义恩因的信仰，直到因长大来领受坚信礼。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愿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疼因。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因，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有胁，直到成年的时，互因通家己告别因的信仰，各位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耶稣伫拿撒勒捌带过世间家庭的生活，愿求你祝福这个世间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紧啊照顾因的人。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伫你的疼内面来成长。愿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你们三位向后转，然后咱嘛请好这个造福怡君好龙会甲牡丹好嘛，做伙来到你台前。好，咱要来先请小会员好来握手来接纳。上帝祝福你，好，义君，上帝祝福你，造福，上帝祝福你，龙慧姐，上帝祝福你，文心，上帝祝福你，好，义恩，还有牡丹，上帝祝福你。那个小会员握完手，请来站在后面，我们先拍一个合照。好，我们先拍个合照。我们来站在阶梯前面，好，来那个义军来站在牧师娘旁边。
好，咱一起来看前面啊，来拍一个合照。因为等一下礼拜耍牧师要赶场啊，每次拍合照就牧师就没去啊。来，那个义恩看前面。好，我们用拍手来恭喜他们。好，那我们那个新生命，请留步。好，我们小会员请先回座。好，牧师先来简单来介绍我们今天加入迦南教会的新生命。好，咱在今天圣礼点的弟兄姐妹啊，好，我先从兆福来介绍。好，洪兆福弟兄，好，他是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教会啊。好，那虽然他被这个召会带去浴室洗礼啊，好，但是呢，他那时候洗得不明不白，好，然后文杰长老有建议他，好，要好好认真来洗礼，好，所以他也认真的来小组长玉心，好，帮他来上课，好，同时呢，好，也他也确信，好，他要对台语很有兴趣啊，好，所以也被来抵长老教会。兆福呢，好，他在年轻的时候有得过这个身心障碍的疾病啊，好，那现在已经痊愈啊，好，但是呢，他现在仍然是独居，好，住在康复之家，好，所以他做保全的工作已经做了10几年了，好，所以我们也为兆福弟兄来祝福啊，好，他都有来参与我们的祷告会，好，那我们请这个兆福的小组长玉心姐来送花给兆福，好，是吗？哦，是那个小金姐，好，小金姐，对不起，好，跟其小属灵同伴小金姐，好，来送花给兆福，我们拍手来恭喜兆福。第二位要介绍的是陈怡君啊，好，怡君现在是就读台北商业大学国贸系的2年级，他曾经在5年前国中的时候，好，跟妈妈是薛婉琪老师来过迦南教会短暂一段时间，后来就没有再来。一直到他读大学的时候，好，他才又有机会到新生命小组教会，好，以及古年的高位，好，来到咱迦南教会，好，因为他住在远东百货的旁边呢，好，所以他也就近来了教会，好，那怡君，好，那他对这个信仰非常的认真，好，也非常的有坚定啊，好，所以他也在19岁的这一年，好，他满20岁前，好，他要洗礼做上帝的女儿，好，那我们要请怡君的属灵同伴是怡芳啊，好，来送花，好，我们拍手来祝福，欢迎怡君。好，第3位要介绍的是杨荣慧老师啊，好，荣慧姐，好，伊来到咱迦南教会，好，已经将近21年的时间啦，好，那他来咱迦南教会好真久，好，但是伊的会籍好一直都无刷来，好，一直都在保罗堂啊，好，那也是在这个小组长的鼓励下，好，那这个龙慧姐，好，她就决定要把她的会籍好放在迦南教会，好，所以今天好伊伫咱中间好做咱的这个兄弟姊妹啊，甲做咱教会会员，好，那么赶快请小组长好这个玉心姐好来上灰，咱拍拍来欢迎。过来是邱牡丹姐妹啊，好，邱牡丹姐妹好，一起1年多前哦，1年1个月前，好，2个月前，好，在内坜的荣耀教会来受洗，好有一次她经过迦南教会，好，然后有来到迦南教会几次之后呢，好，她是去年10月，好，觉得迦南教会，好，这让她可以得到很多的造就，好，伊住伫国际路的所在，好，这个牡丹姐，好，她是全家便利商店的老板，好，老板娘啊，好所以如果你认识牡丹姐，好，全家就是你家，好，那这个牡丹姐，好，她的先生，好，这个李玉琪弟兄，还有他的儿子女儿，2位都是大学生，都还没有信主，好，所以伊圣因出来对头一个信主的，好，所以话求上帝帮助牡丹姐，好，好，伊会当来引带伊的先生，好，甲查某囝后生，会当来信耶稣，会当入教会啊，好，咱是来请伊的这个属灵同伴，好，是这个琼代姐嘛，是小组长，好，来上辉，咱拍婆来欢迎。过来是介绍迦南教会的土生土长的土宝贝哦，好，就是李允哲，好，因为爸爸好李维杰好是这个
介成长老的儿子，好张平呢，好是这个处于长老的女儿，好，然后是迦南教会好的这个第3代啊，好，所以允泽是去年的9月5号出生啊，好，今天做这个小儿洗礼，好，所以咱真欢喜看到迦南教会的第3代啊，好，伫遮好来出席，好，也祝福好这个第3代好允泽以后要成为大哥，好，能够成为这个团契的会长，好，以后好主日学的这个这个班长啊，然后我们请那个小组啊上青小组啊。复兴小组好要来送礼啊！好，让爸爸来恭喜好维杰跟张平。好，再来是文心啊佳瑜的小女儿，好小女儿好是威明跟佳瑜的小女儿，好这个阿公给我上红包，全部都有哎，谢谢阿公。好。好，嘉瑜是这好文杰长老哈，跟瑞君姐早囝好，嘛是咱迦南教会的这个文心哈，也是迦南教会第3代啊。好，他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当姐姐了，好，但是但是他绝对有姐姐，好，还有哥哥，好，非常的幸福，好，所以这嘛是咱迦南的教会将来的盼望啊。好，我们要请。秀英好来送礼物，好给文心，好让爸爸来恭喜。好，最后要介绍的是淑君啊，淑君是以晴的妈妈，好，淑君的查某囝，好，以晴的儿子义恩啊，好，这淑君阿嬷有来不？阿嬷底下，好，阿嬷底下，好淑君姐移动伫南京东路礼拜堂，好这个。以前好是伫景美长老教会好受洗好他的会籍好现在正好要从景美长老教会迁来迦南教会好那以前呢好义恩好是在112年好1年多前的12月18号出生了好所以现在是1岁多好1岁多好非常的可爱好那以前呢现在是单亲妈妈好单亲妈妈好这个义恩的生父呢在中国大陆应该没有错了，好，在中国大陆，好，所以以前的照顾呢，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助啊，好，大家若看到以前看到义恩，好，看到淑君姐就呐，拢爱甲因祈祷，甲因加油，好，甲因祝福，好，义恩呢，会当伫迦南教会，好，平安健康的长大，好，以后将来也能够当哥哥啊，好，或是能够做好的弟兄和姐妹，好，我们要请。好，丽珠长老好来送礼物给以晴跟义恩，好让帕婆来欢迎来祝福因。好，咱搁一摆哈，为着头前这7位好，今天好加入迦南教会的新生命，好来为他们来祷告祝福。对不起，好，刚才漏介绍，我们当中还有3位，好，就是这个周报上面有登啊，好，我们在有这个于林，好，萧于林今天有在吗？于林今天不在，好，然后还有石瑶跟石桂珍啊，好，伊嘛转会籍，好，加入到迦南教会，好，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互我有今日，好，有这的兄弟姊妹受洗礼，好，甲转会籍加入伫迦南教会，愿上帝赐阮祝福伫因的心上，也伫因的家庭，也伫因受洗礼以后的人生性命，让咱继续来长大成人，祝福因伫迦南教会会当来经历主你的信心，也经历性命的改变换心，互因当加做上帝所大需要的器具。阮的当心祈祷祝福，拢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好，咱搁一摆拍破来甲因恭喜，来甲因祝福，感谢主。咱这时阵要来举行圣餐，好，请咱做伙来吟，好355首，咱做伙来吟第1节甲第3节，第1节跟第3节。愿大主旨甲主这道专心来听你的话，赞愿明白主的临在，激动心灵的栽培，伫高圣经信仰故事，你关心来做模范，才愿通过。
扬心里大鬼第3站，主必信心赞愿邀请其他人起来分享，听的心里热情欢迎，就看起美色双向。家己天使心度，欢喜乐乐因无停。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小弟伊教会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向伊的人所讲的话。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众人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听耶稣设立圣餐，就是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所讲的。因为我有对主受，也捌传互恁。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接下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你着恁拍破，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但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着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心来感谢上帝。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强逼求你找信心来信别阮，也信别才会摆列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约，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时阵，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的小会员来捧饼甲捧杯。咱欢迎每一位有受心灵洗礼甲虔信礼的兄弟姊妹，做伙来领受主的身躯甲主的保护。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成人洗礼或是坚信礼，请你暂时先不要来领受圣餐。等到你接受洗礼的时候，再来领受圣餐。当我们拿到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先拿在手上，为自己来祷告，为你家己来祈祷。如果你的身躯拄着艰苦病痛，主耶稣要听你的祈祷。如果你的心神拄着郁卒、失志、忧闷，耶稣要帮助你。当你摕到主耶稣的身躯，甲伊的保护时，主耶爱知影，主耶稣听你，主是你的牧者，你无欠缺一项。上帝要赏赐你有活命、快乐，甲一切拢有够野。求上帝的神大大来充满你。伫这个时阵，是你甲主同坐道，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拍开家己的身躯，拍破家己的身躯，留伊家己的保护。耶稣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洗清除一切你的误会，要透放你身躯一切的重担。耶稣要救你，互你会当得到拯救。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打破自己的身体，流出自己的宝血，是要拯救世人的罪，使罪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使病人的病能够得到医治，使贫穷人的贫穷能够得到富足，使软弱人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因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愿你平安，万令平安。主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们的罪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这个杯就是新约，为着咱的罪所流的，咱就啉的时阵就惊安尼来纪念伊。我们也一起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请撒家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因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因跟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这时阵要来奉献，请咱别办心。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甲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我应靠之事，是叫你献予主，归应向你万里古，我的手爱你。
入，我的心愿献乎你，切如龙潭你旨意，我的在情你受损，甘愿献你最起舞。天堂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用你的聪明甲智慧来运用伫阮的工作、生活甲服侍。求主互阮有更较无论做啥物代志，拢所行所做，拢会当荣光主你的名。阮只是用金钱来做主上工的路用，求主互阮所奉献的，拢会当来荣光主你的名。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主的名来求，阿门。阿门。请坐。这是咱要请陈牧师来报告。名字让我先介绍。好，这大家平安。平安。咱先来介绍今仔日来到咱教会的新来的朋友。伫咱在座有咱第一摆来到嘉南教会来做礼拜，请你徛起来，阮要甲你欢迎。无。大家拢第二摆以上来安尼。好，咱搁一摆来拍破来欢迎咱今日遮的新生命哦，好，遮的新受洗礼遮的兄弟姊妹，愿上帝祝福恁。好，啊，牧师伫遮真紧来做几项的报告。好，头一项就是咱今日是这个葫芦树干的纪念主日。好，啊，处于长老有在吗？好，咱一来有哈。好，那请那个处于长老来带我们来看一下。好，妇女事工部。好。妇女长老是咱今嘛新竹中会妇女事工部的副部长啊，好，之前是担任部长跟顾问啊。好，我们请处于长老来报告。好，亲爱的迦南教会陈牧师跟长子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哈，我是处于。那刚刚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我应该讲台语哈。拄啊，牧师一讲到的有讲到咱每一年的第3月第1主日。是妇女的主日哈，啊，今仔日我是代表新德中会妇女部来大家来请安甲报告。新德中会妇女部分别有北区、中区、甲南区。妇女事工部所做事工，就是将中会53间的教会的妇女团结，或者是妇女的小组，每一年拢会用各项的活动做连结。每一间教会形态甲人数拢无共款，但是透过妇女部所办的各项的活动，每一间教会拢会使即个妇女会使搁较济的学习甲交流，嘛拍开咱妇女姊妹的眼光甲性命的成长。啊，咱即阵看这荧幕，就是今年2025年吼妇女部的重要的事工。啊，伫遮我要感谢嘉南教会吼，伫即礼拜拜五，就是3月7日早起。要将教会所在，互妇女部来举办世界公道日吼，啊，足感谢咱牧师甲牧师娘，很大的支持吼。咱嘉南教会有到10万位的兄弟姊妹会来参加即场礼拜，就是3月7号一个吼。啊，我搁一摆代表妇女部的妇女事工部来感谢咱嘉南教会支持甲带导，啊，愿上帝赐福嘉南教会兴旺福音。啊，得到人亲像掠鱼啊，得到鱼啊安尼吼。好，咱拍拍多谢处于长老。好，啊嘛欢迎咱的妇女姊妹啊，当伫来即个拜五，好，咱们伫即个礼拜等来举行即个世界公道日。好，另外咱等下在有第4处嘛，是最后一次的宗教改革简史啊。好，明天我们也会特别介绍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行程。好，啊，因为咱这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有3个梯次，3、6、9月啊。好，不过咱的3月份好是有14个人报名，6月份有4个人报名，9月还没有人报名。好，但旅行社要开票的缘故啊，好，所以他把6月份的好必须要做调整。好，所以我们6月份的团呢，确定是没有办法成型哦。好，所以如果你还要参加，原来要参加6月份的，好，现在只能参加3月份跟9月份。好啊，所以咱若是对这个德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旅有兴趣的兄弟呢，好，请把时间好，明天我们会这个行程的介绍分享。咱都叫我介绍好，今天这些受洗的新生命，好，我们也欢迎他们。好，这几位，好，我们再次拍手来欢迎他们。好，
还有从桃园教会转来的石瑶、石桂珍、巴德教会转来的于林哦。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要举行3月这个寿星庆生会，好，所以咱的名单在周报的第2页。好，那需要跟进的，好，加请咱的干事倩如来跟进。咱来明仔好，就是今年上年大学好，顶学期的开始上课，好，所以咱都有去年有137位的兄弟姊妹报名参加，好，咱嘛鼓励咱的兄弟姊妹50岁以上会当来参加咱的上年大学。咱伫今年的4月19好，要来举行江南杯桌球热身赛，好，8月30号会有锦标赛，好，所以咱好欢迎好每一位要参加这个桌球比赛兄弟姊妹，当组团报名来参加，好，各有奖金，好，各有奖品。好，所以咱这个详细的资格跟名单呢，来让对公布拿好来看。咱伫今日下晡有一个福音茶会的说明会，咱要伫4月26号来举办春丽甲我，Only You and Me， 好，就是只有你和我，好，的这个福音茶会，好，咱嘛期待好会当邀请咱的慕道友，好，阿北林巴、阿北水类家的兄弟好，能够来参加这个福音茶会，好，所以今天下午1点是对区长跟小组长好做一个福音茶会说明会，好，请伫1点的时阵到401教室好来参加。咱的退休会好，那个影片有吗？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好这个2分钟的影片。好，今年是在云林古坑，好，5月17跟18，好，要去台中彰化云林古坑啊，好，所以咱当天好是从教会出发，好，到台中都会公园哦，好在底下有一个导览的时间，好，然后咱伫这个都会公园了，好，会去到伫这个台中。好，还是讲这个中山高最大的餐厅啊，草港城国际餐厅啊，好，那么底下来讲中道等中餐之后，我们要去台中的火车站前后站的忠孝路长老教会，好，因这个礼拜堂盖了2亿多啊，好，那可以容纳1000人啊，好的这个礼拜堂，好，圣诞丢了教会来对起上大间呢，好，所以咱们去阿因的朱利牧师跟他们的牧师团，好，会来给我们做介绍跟分享。忠孝路教会的事工，迄暝咱要带伫婚林的古坑，好，要带这个中华科技大学的翠华会馆哦，好，这个会馆好是有占地50甲，好，50甲真大，好，所以咱要伫遐带一暝暗时，好，咱伫迄个所在有一个教会晚餐，好，咱伫遮来做用餐，隔天咱有一个礼拜天礼拜刷以后，咱要去到伫中华的鹿港，好，要去参观好鹿港的民俗村，好，这是这个孤家的大宅，好，伫这个鹿港的民俗村的博物馆的边啊，好，嘛有这个丁家的大宅，好，就是主辉长老伊爸爸细汉出席的所在哦，好，就是伫这个所在，好，咱要来参观，好，然后咱们会去参观鹿港老街。好，鹿港老街好，真老热闹，好是即马好台湾的观光景点里面好前人次啊，好前3最所在啊，好，所以没有去过的呢，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啊，好，特别这个鹿港的这个街啊，好真趣味，好让我将近2点钟的时间，好，让咱会当伫迄个所在，好来自由行，好会当来参观，好摸乳像，好叫做君子像安尼。好，所以咱即摆报名好是咱的教会会友呢，好，拢会当减免500块。好，咱的这个房间的房数呢，好，因为2人房已经订了，好，所以咱甲这个会馆的协调，好，就是你要带4人房，好，我们就是用4人房改成2人房，好，所以你若是报名中间尽量都能够找4个人睡一间，好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到4个人睡一间，好，你需要2个人睡一间的，好，也请登记注明好，咱来安排。好，咱伫来这个礼拜好，已经进入3月份了，好，所以咱的这个 A1 基要真理，好，今年要上半年的开课是下晡2点到4点。另外，咱有这个 A2 的长大成熟，好，就是你已经有上过这个初信造就的，好，咱鼓励兄弟好继续长大成熟，好，所以咱是伫来这个拜六再去9点半到11点半，好开始来上课，好，所以咱的报名伫周报有这个报名的方式。好，咱就爱继续来受装备、受造就，好，甲学生有这个生日的助学金，到3月23号，后礼拜开始，好，逐礼拜10点半到11点20，伫7楼
703教室有这个属灵团队，好来开这个圣经漫谈的课程。好，咱伫3月20号，好，伫桃园教会有一个北区松年的讲座，是邀请总统府资政姚嘉文先生来分享啊。好啊，影片的爸爸好已经受主温调，顶礼拜六了，好啊，顶礼拜六，好，所以来这个过落去这个下个礼拜天，好要举行好家祭，好让委员来祈祷，好代祷啊，咱另外嘛感谢啊，恭喜啊，这个周千南弟兄甲简如林姐妹啊，因伫228和平纪念日，好伫咱的教会来结婚，真做夫妻啊，咱请伊站起来啊，好，周先生跟周太太，好，咱拍拍来给因恭喜。啊，咱的这个卢林啊，去年6月啊才成为我们教会的这个会友啊，好，他上个月底结婚，好，马上升格做阿嬷，好，这个也是啊可喜可贺啊，愿上帝祝福满满一对夫妻的新章啊。好，最后咱做来读今日的经句啊，这个好，佮补充一项，好，咱的这个地牧师甲牧师娘啊，好，因伫4月份开始呢，好受邀请到彰化的永福教会好服侍，好，阿伯底下来帮忙，好，一直到彰化永福教会找到牧师为止啊，好，所以啊，因够这礼拜、后礼拜还会来嘉南教会，下礼拜开始啊，他就会一直外出啊，好，所以下次你要看到郑牧师要去哪里看？好，彰化去彰化，好找地牧师甲牧师娘，好，啊也甲你报讲倒一间肉丸较好食安尼，好，啊咱遮牧师牧师娘好徛起来，咱嘛拍拍来甲因祝福啊，好，甲因恭喜安。好，这上帝恩典啊，旧年这个时阵啊，牧师安尼身体好。欠安，好，小可欠安，好啊！但是今年这个时阵啊，就是一尾活人安尼，会当继续为主做工好，所以感谢上帝。好，咱做来读今日的经句啊，来读2摆，请。相信主讲的话一定会实现，迄个有灵人真有福气。路加福音1章45节，相信主讲的话一定会实现，迄个有灵人真有福气。路加福音1章45节。咱三个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6首，咱由第1站到第3站，吼，先来起立来吟全首。踏遍山会求主赐福，好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给人心爱辅助，欢喜阮地主脚步，地主脚步，地主脚步，转过旷野出山路。第3站。教会分献对阮做起，所受灵阮若去听，阮的信心求主帮衬，若久若在阮无限，阮地无限，阮地无限，有得充满通世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帮助，甲恁尽大家三角伫地，互恁真做蒙大恩的父女，真做蒙大恩的兄弟，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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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咱互相请安，愿上帝祝咱大家平安。咱小。